尋秦記票房破8500萬，宣萱現場暴打古天樂，加長版實穩，續集有戲？邊個估到隔咗24年，尋秦記電影版居然殺爆全場，票房一路狂飆，港澳地區直頭破8500萬。1月31號主創線下宣傳，古天樂、宣萱、林峰、郭羨妮等原班人馬齊集，現場變咗大型互對現場。宣萱當眾暴打古天樂，笑到全場肚痛。更重磅嘅係，古天樂親口官宣加長版製作中，續集要睇全球票房，呢波瓜真係食到飽。講返尋秦記呢個 IP 嘅含金量，話佢係華語穿越劇始祖，冇人會反對啊。2001年 TVB 劇版一播出就封神，豆瓣8.6分，到而家都係無數人嘅青春回憶。古天樂嘅項少龍，宣萱嘅烏廷芳，林峰嘅嬴政，每個角色都刻入骨髓。咁多年，粉絲一直盼住原班人馬再聚首，古天樂絕對係尋秦記頭號粉絲加推手。呢幾年佢一直落力想將呢個 IP 搬上大銀幕，親自做主角之餘，仲兼任總監製，捱過咗檔期協調、人員集結嘅各種困難，將宣萱、林峰、郭羨妮、滕麗名呢班原班人馬全部請返嚟，花咗幾年時間，終於圓咗自己同粉絲嘅夢。呢份情懷真係好感人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電影版上映之後，憑住情懷加實力殺出重圍，票房勢如破竹。1月31號嘅宣傳活動上，古天樂難掩開心，直接官宣重磅喜訊，港澳地區累計票房已經突破8500萬港元。呢個成績喺近幾年嘅華語合拍片入面，絕對係頂流水平。要知後疫情時代，港澳電影市場一直比較淡靜，尋秦記可以攞到呢個成績，唔單止證明咗自己實力，更俾市場注入一支強心針。而且唔單止港澳，內地市場都一樣咁打得，上映3日就破億，元旦檔期間穩居票房前列。中年觀眾衝住情懷買票，年輕觀眾被劇情同演員實力圈粉。畢竟而家嘅影視圈有呢種全員實力派、無流量注水嘅原班人馬作品，真係好少見。尋秦記可以紅，純屬意料之中，卻又驚喜滿滿。當然，最令粉絲激動嘅都係古天樂喺現場拋嘅2個大瓜：加長版同續集。之前就有網友估，若果票房破億，會唔會推出農曆新年加長版？當日古天樂雖然冇講具體上線時間，但俾咗肯定答覆，直言該推出嘅時候就會推出。我非常期待，等於直接官宣加長版實穩。更細節嘅係，古天樂仲透露，加長版嘅後期製作正密鑼緊鼓進行中，佢已經同宣萱、林峰完成咗額外配音工作。至於加長版入面有咩新內容，佢就守口如瓶，全程保密，只話會有正片冇播嘅細節，吊到粉絲胃口盡起。唔少網友留言求快啲上線，我可以2刷3刷。而比加長版更令人期待嘅就係續集。始終電影版嘅故事未完全收尾，粉絲呢幾年一直盼住睇到項少龍、烏廷芳、嬴政嘅後續故事。當日古天樂亦都俾咗明確態度，直言續集嘅拍攝計劃已經提上日程，但最終可唔可以開拍，仲要睇電影嘅全球票房表現。若果全球票房達到預期，續集就正式啟動。呢番話一出，現場粉絲即時沸騰，全網都炸晒。井號尋秦記續集有望井號，話題火速衝上熱搜，閱讀量破10億，網友紛紛喊話一定2刷，助力續集開拍，求原班人馬全員回歸，少一個都唔得。睇嚟只要票房夠勁，我哋就可以睇到更多尋秦記嘅故事。不過講返轉頭，當日嘅宣傳活動最精彩嘅唔係票房同續集消息，而係古天樂同宣萱嘅互對名場面。兩人24年默契，直頭將現場變咗相聲專場。宣萱更係當場暴打古天樂，場面一度失控，粉絲尖叫聲此起彼落。呢對熒幕情侶真係超好合。活動一開始，兩人一上台就開啟互對模式，同劇版入面項少龍同烏廷芳嘅歡喜冤家模樣一模一樣，一啲都唔生疏。講到之前撈生中獎嘅趣事，古天樂故意逗大家話自己冇中頭獎，結果宣萱當場拆台，仲吐槽佢嘴硬。兩人一來一往，逗到全場哈哈大笑。之後古天樂忍唔住調侃宣萱口多，
似個吹水王，宣萱亦都唔示弱，直接動手扭古天樂隻耳，仲自創龍爪手對住古天樂比劃，口入面仲吐槽佢老人家咁多嘢講，甚至仲揾咗個搞笑理由，話初二有助健康，自己係助人為樂，想古天樂精神狀態好啲。古天樂被佢鬧到冇脾氣，只可以無奈苦笑，全程縱容，甚至仲開玩笑話下次受訪一定要特意安排同宣萱一齊，慳返自己連阿媽生日嘅問題都被佢搶先代答。點知啱啱講完，宣萱又忍唔住使出龍爪手輕輕拍咗佢一下，兩人互動自然又親昵，隔住個 mon 都感受到佢哋之間嘅默契同情誼。講真，呢兩人搭檔24年，感情真係超好，唔係情侶卻勝似情侶。由劇版歡喜冤家到現實中嘅知己好友，呢份情誼喺龍蛇混雜嘅娛樂圈真係好難得。亦正係因為呢份默契，佢哋先可以將項少龍同烏廷芳演繹得咁鮮活，令《尋秦記》呢個 IP 跨越24年，依舊打動觀眾。活動現場仲有個小插曲，滕麗明本來都確定嚟參加，結果因為趕新戲拍攝，行程撞期，只可以喺活動開始後短暫亮相，同觀眾打個招呼就匆匆趕返劇組，冇辦法全程參與。唔少粉絲都覺得有啲遺憾，但紛紛表示理解。畢竟演員趕戲都係平常事，可以見到佢短暫露面已經好滿足。除咗古天樂同宣萱嘅互對名場面，林峰當日嘅動態亦都備受粉絲關注。作為電影入面嬴政飾演者，林峰今次表現收穫無數好評，將嬴政嘅權謀、隱忍同內心掙扎演繹得淋漓盡致，再次令觀眾見到佢嘅演技實力。而再過唔耐就係農曆新年，林峰亦都表示會珍惜呢個難得嘅1星期假期，暫時放低手頭工作，好好陪屋企人。畢竟平時工作太忙，陪屋企人時間太少，趁新年好好彌補下，調整好狀態，年後再全身心投入新電影拍攝。講真，林峰真係好顧家，事業家庭兩不誤，圈粉無數。其實《尋秦記》電影版可以咁紅，攞到咁好票房同口碑，唔單止係因為情懷，更因為主創嘅用心。古天樂作為總監製，全程親力親為，由劇本打磨、演員揀選到後期製作，每個環節都精益求精，只為俾粉絲呈現最好嘅《尋秦記》。宣萱、林峰、郭羨妮呢班原班人馬亦都一啲都冇敷衍，雖然隔咗24年再次飾演同一個角色，但佢哋依舊拿出最佳狀態，認真琢磨角色，用心演繹每個細節，將24年時光沉澱融入角色入面，令觀眾見到佢哋唔單止冇退步，反而越嚟越優秀。講到呢度不得不感慨，經典之所以係經典，就係因為佢可以跨越時光，打動一代又一代觀眾。尋秦記就係咁，24年過去，佢依舊令我哋熱血沸騰，依舊令我哋為入面角色喜悲與共，依舊令我哋因為一句原班人馬回歸就毫不猶豫入戲院。古天樂、宣萱、林峰佢哋用24年堅守，守護咗呢份經典，亦都守護咗我哋嘅青春回憶。佢哋之間嘅情誼，對作品嘅用心，都值得我哋敬佩。而家電影版票房大捷，加長版同續集都有眉目，屬於《尋秦記》嘅傳奇仲係繼續書寫緊。當然，亦都有網友吐槽，電影版劇情不如劇版精彩，部分細節處理得不夠好，但總體來講瑕不掩瑜。畢竟可以見到原班人馬再聚首，再次見到項少龍同烏廷芳同腔，已經足夠。更何況電影版製作已經足夠用心，票房同口碑就係最好證明。而家宣傳活動已經圓滿結束，但《尋秦記》熱度一啲都冇減退，全網都討論緊票房、加長版同續集，都回味緊宣萱同古天樂互對名場面，都期待呢個經典 IP 帶俾我哋更多驚喜。街坊們，你哋去睇咗《尋秦記》電影版未？覺得好睇嗎？被宣萱同古天樂互對名場面圈粉未？期待加長版同續集嗎？快啲喺評論區傾下，